台中的乐成宫举办集团结婚，有86对的新人参加，其中来自印度甲加拿大的新郎，伫个汉客妈祖的见证之下，将做台湾的竞赛。 86对新人求婚的场景看起来浪漫地区个壮观。台中乐成宫国汉老前和汉客妈祖做主婚前，为因的爱情见证和加持。今年还有外国竞赛，来自印度和加拿大等国，同在伫咧庙前广场和爱情啊完成终身大事。我们那边的印度那边的婚礼是3天的，后来有花那边也人很多，后来那个活动也很多。这边呢？ 这边我觉得也不错，但是很好的事情是，这是1天的而已。千里姻缘看山，现场有真侪亲情朋友来到座天，有鼓吹伴娶伴嫁跳舞庆祝。3月这个当作是一个新的开头，希望台中或是台湾都可以越来越好。透过集团到办结婚，和新人新属属性，结婚礼数嘛简单便利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